的野球名人房，我是乐天女孩队长兰兰。今天呢，很高兴的又跟东哥一起来主持节目啦，东哥。Magic，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哥黄宗义。刚刚那个开场是什么意思？Magic， 魔术，我又出现了，对，是。我又出现了，我又不见了，对，我又出现了。我不应该出现的，应该出现你的一个，你出现就好了，我会破坏画面。不行不行，我需要东哥的存在。真的吗？真的需要你在。我再变回来好了。我出来了，我出现了。好的，我们上一集呢，跟我们的超级大帅哥，我们的阿甘教练聊了很多关于就是长相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球场周边的很有趣的事情。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要跟我们的阿甘教练再聊得更深入一点。欢迎我们的教练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阿甘你好，东哥好，东哥好，又见面了哦。又见面了1个礼拜，快要半年了吧？半年了，这么久，不止哦，差不多。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请我们的阿甘教练跟我们讲更多关于场上的一些事情啊，然后或是我们以前在在中华队的比赛发生的事情。那我想要问我们的教练，最近你都在忙什么？最近除了防疫之外那就是在学校，然后大学学校。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体能训练啊，重量训练，但我们会控制在差不多3个人至4个人，就是1对1的教学这样子。对。这个非常对不起，这是一个很好维持选手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课表了哈。比方刚才阿甘有讲到，一共每一组都是分配3到4位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人数。那教练怎么办啊？教练会不会很累啊？分身乏术。对啊，不会，我们有各部门的教练，就像规模走向职业化这样子。对，那我会把时间把它做分流。对，那好比说1点的话，那另外一批我们就是差不多在3点半，那另外一批就是晚上的做夜间的训练。对，那至少就是到3个。后面那个地方你现在这个直播应该说这个重训室视讯那个地方，这是学校的吗？还是球队的？这球队的。球队跟学校的资产，那我们球场就在旁边而已。也太漂亮了吧！超大的对啊，比我们的还大。没有，类似一个训练中心啊。没有，因为我们练习，我们也是练舞，乐天女孩练舞也是在重训室里面练舞。好。所以有时候如果那个球员如果要上场前，他们不是都回来做重量嘛？但上场前也是我们同时要练舞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一堆人就是在那个挤在重训室，会觉得视觉上觉得比较小了。空角视觉上还好，你补充这一句话。视觉上看起来比较小。人数是比较多一点了哈。对，我们人太多了，因为我们乐天女孩总共有大概加洋将现在有26个。还有洋将？对，我们有洋将，我们有一个日本人跟一个韩国人。哇哦，他们是担任什么样的一个应该说？任务，因为他们在疫情前，就是他们都会在他们有班球场有比赛的时候，他们就会飞过来台湾，然后特别在跟我们一起练习舞蹈，然后一起就是在场上应援，就是算是一个特别的卖点，因为没有人有过啦啦队有洋将的。不是你在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洋将？我们要多元呢，就是要国际化，我们要吸引就是国外的那个球迷们。在我印象当中，在上一集你有提到说，你讲第一没有人敢讲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话，奇怪，怎么还要洋将？有，这是需要我们队上一起越来越好的，我们要多元发展。那你们什么时候会去韩国？可能要等疫情过后，我们有去韩国观摩。期待观摩，但还没上场这样。有机会。对，要有机会，要准备好了，我们再拉回来。对，不要冷漠了，我们阿甘教练。好，教练，其实我本身对教练我自己有一个蛮好奇的问题，因为教练之所以会叫阿甘教练，就是因为你在练习的时候，就是从第一个，然后人家一直练习，然后跑到最后已经下去吃饭了或怎么样，但是你却还在继续的跑，所以最后被叫成阿甘这个名字是。那我想问，为什么你要一直跑？就是为什么投手可能第一轮开始跑，就像你刚刚讲的分流嘛？
那可能第一轮是投手开始先跑，但是跑到最后野手在跑的时候，你还在跑。这个以前是在专科的时候啦，那因为以前的学长学弟是比较严重，那学长就说，那个蔡宗南，你赶快跑哦。对，有人叫你走，你就要紧走哦，吼！啊，走到讲教练讲叫你停的时候，你要停哦。其实教练根本没有这样说，那就是学长刚开始我们进来的时候在欺负学弟。那在跑的过程中，其实刚开始就是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教练会一直叫我跑？那也是蛮压抑的。是不是学长在故意在刁还是怎样？后来想一想，不对啊，这个也是要训练我自己，没关系，我让自己强壮一点点。把自己练强壮一点点，那就一直跑，跑到真的天暗了，哇！你怎么还在跑？我说没有啊，学长你叫我跑，我就赶快去跑啊。对，那时候因为年轻啊，也是差不多17、18岁，蛮年轻的。应该是小小的一个回忆啦，跟这个学长的小小的恶作剧啊，也让蔡仲南大大的一个成就了。对，应该这样形容可以吗？阿甘？可以啊。对，我那时候。那但你现在可能就也体会到那时候学长对你的一个恶作剧了，然后你可能用不同的一个方式来去做表达了。当下那时候你在跑的时候，然后当你变成学长的时候，你会不会相同的会做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恶搞你的学弟？多多少少会咳嗽哦，多多少少少跑你2分钟哟。对啊。只是说用不同的方式来去引导一些学弟的一些管教的方式啊，那也希望跟他们一些交流，言语上的交流或技术上的交流，其实都有。语带保留哦。其实也是想多跟学弟有互动的关系的，对，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很想要听听看阿甘教练跟你的学弟是怎么讲话的，你可以用台语没关系。我就讲，你今日甲我好好练球，你就甲我好好走，好好练球，莫出头一堆，出头一堆，等下我就叫你走袂停去啊，就类似这种方式啦，你那时候你讲话的时候有那么温柔吗？那时候应该语气会更重嘛，你就好走，你就赶快认真走，你无走哇，你试看卖啊。你阵棍啊都爱摕出来啊，腿啊都爱摕出来啊。拿着那个棍子去追，应该是会这样子啊，表情这个眉间深锁这样子，你等下给我照啊，学弟就会那个了，你照他紧呢，会有这样子啊，不像现在那么温柔啦，对不对？没有，现在时代在变啊，那早期其实有好的一些优缺点啊，对啊，也是算不错一个回忆啦。那这种制度在目前的状况，我觉得还是需要，只是说有些要去做演变、做调整，因为本身都有学长学弟制的一个感觉，那也是个传承啊。其实我刚刚听那个阿甘教练讲，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学长的一个小小恶作剧。那刚刚呢听了很多前辈啊跟后辈的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那我们今天要进入正题，就是关于我们球场上的一些事情的发生。那我第一个想问的是，我们的阿甘教练就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投球姿势，就是你在最后会有一个加速，一个就是扭腰的动作嘛？就是我想要问你，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特别的投球方式？因为我觉得我最好发力的、最好出力的一个动作啦，然后速度有办法投出来。那在还没换这个姿势之前，我也是像一般人这样。那有一天的时候，我在训练的时候，我发觉我真的要蹲机，我在出去的时候，我速度突然增加了10公里至15公里。那后续的时候，我就一直延续这个动作，然后再做一点小幅度的一些进化，再做修正。哇，这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然后从这个投球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改变，也找到你比较好的一个投球的一个顺畅性，也把你本身的力量完完全全能够释放出来。当垒上有跑者的时候，这个投球动作跟你垒上没有跑者的情况下是相同的吗？整个力量的释放是一样吗？整个力量释放是一样，只是说抬腿的感觉没有这么高而已。那下蹲的时候感觉是一样。对，那我会不会浪费时间？下蹲的那个时间会不会比较没办法去跟你正常的一个投球动作可以压得更低？会差了一点点，而已。那我威力呢？威力的话，原则上我把节奏再做稍微调整一下，当然是挥背式会比较好。那在垒上有人的时候，我只能把
节奏稍微调整一下，出去的感觉我再留慢一点。这个投球的感觉，它的力量的一个释放，它的点是在哪一个部分，哪一个阶段？在下半身的一个储存的蓄力，储存，然后往前出去，把力量整个往前带出去。它是有一个跳跃的一个这个比方说，很像我们在跑100公尺短跑那个瞬间的起跑的那种感觉吗？对，类似这种感觉，往下压的时候，那带动到上半身下去。那前提之下也是下半身要先把它留好，然后再把力量往前。你会不会说每次投这个球的时候，都会心里会想说，各就各位，预备跑这样的一个投球动作？我是没有，我已经变成习惯性的动作了。习惯性的哦。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很多学生呢也可能也看过你以前比赛的一个影片啊。那选手这部分的话，会不会说跟你沟通之后说你那个投球动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姿势？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姿势，为什么会投出那么好的一个效果？选手这边会不会跟你做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讨论或是聊天？他们不会跟我讨论这个，因为他们太赶了，因为他们只能在私下模仿我的动作而已，然后放在他们各大的脸书给爸爸妈妈看，我有学习我们。所以其实你还是有看到他们在模仿你。有，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感觉。那我们不要打坏选手的一个那个他们模仿的一个感觉。对，那他们不会去问教练，为什么我要这样做？目前教到现在很少人，几乎没有人会这样问啊。对，看到小朋友有做这样的一个模仿动作的话，你心里会怎么想？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你觉得学你的投球动作最像的是哪一位？阿甘，好多人很像对啊，你觉得你心目中最像的？我觉得最像的应该是郑昌明。为什么？因为以前在中华队有一起共事过，那他走我后面，他那时候是他每天看我投球好奇怪，一直在那边笑，然后边笑呢边一直在学习，他手游起他投球，他一直在学我动作。我说昌明，你不要再玩了好不好？我是认真，你是在开玩笑。他就一直在看我动作，好讶异，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样投球？他就无时无刻看到的，对，他就在早期在左训的时候，他就在房间或者吃饭，无时无刻都在学我动作。怎么越学越像啊？昌明是要当我吗？还是怎样？你有没有稍微去指点一下？你觉得说他哪里不像，或是哪里需要改进？指导一下动作。对，我比他高一点点而已啊，其他动作真的一模一样。有机会的时候叫他模仿，真的是。颜值呢？两个的颜值呢？他比较帅啊。你谦虚人。对，我可以这个答案揭晓了。那么多人学习蔡仲南的投球动作，他觉得学的最像是郑昌明。像我们队也有很多，就是现在在味全龙的刘思豪，他就是非常的会模仿每一个人的打击动作，他都模仿的很像。所以我觉得有些选手天生可能就是对于这些事情，他们可能是被棒球耽误的搞笑艺人或是模仿专家这样子，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说球员都是可能被棒球耽误的那个歌手啊什么，但其实私底下的很多才艺跟很多东西是我们在电视上在转播画面中是看不到的。我觉得这应该蛮珍贵的。他们模仿的那个回到你身上，你都帮乐天队这个做啦啦队加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你有没有学过哪一个球员？你学他的动作最像？郭彦文。大概是什么动作？因为他的特色在哪里？他是左打那个高抬腿，对，他每次高抬腿都是抬到这里。哎呦，看到大腿了啦！就是非常的高。我就觉得他的动作，就是他的打击姿势，是我在我们队上看到觉得最特别的。因为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脚举这么高，他有办法就是可以站得很稳，就这个维持他的那种平衡哈。对，因为你出去不是要就是你身体就是核心什么你都要弄好嘛，可是他是抬到这里，就是已经在肚子这边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有趣，但我今天是穿短裤，怕不好看。我不要把脚抬起来好了。我觉得这一集的那个这个收视率会飙高了。对，
特别高啊，有这稍微个小抬一下这样子。观众朋友有特别的福利啦。OK， 就靠你了。OK， 我先讲了，拜拜。不行这样，那我们今天还是要讲回我们的重点啦，就是我们在阿甘教练在我们那个球场上的一些重点的回忆录。像我有看到1999年的亚锦赛嘛，然后那时候是跟松坂大辅很经典的一个对决。那时候一路压制我们的日本队，我想要问你是用什么的方式去就是投好这场比赛，然后用了什么方法这样子？其实，在还没投那一场之前，我在1个月前已经被告知要投那一场，我已经有准备了。那其实我就是遵照捕手要投的东西。那平时在业余的时候，还有一些培训的时候，都大大小小比赛都一起一训，都已经碰到很多的一些场面了。其实已经习惯了。那只是大家觉得说，怎么会在那一场投的这么好？那在前置作业，在培训的之下，已经培训了2年、3年了，所以碰到的一些对手，其实已经看习惯了。对。所以当下你没有什么太紧张的成分在，但我想要问你有没有特别钻研你的投球方式啊，或是你就是投的球，像你是擦王子嘛，那你那时候成功压制他们，你那时候使用的球路是怎么样的？其实那时候就是最主要是直杀球嘛，然后直球啦，直球还是占60%，那最主要是投球的节奏还有尾劲。会比较不一样，因为对战组的人不常常碰到，而且他们禽收也没有禽收到我的一些投球的一些数据、一些状况。其实阿甘那个时候啊，他那时候还没有加入职棒哦，他是业余的球员加入这个国家队哦。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跟业余跟职棒，然后去做这个结合，然后变成一个代表队嘛。那时候我心里在想说，在面对到日本队这个强敌的一个对战的一个球队当中，我们台湾队应该派出来的投手应该是一个职业球员等级的一个投手才对。但是我完全不知道那场比赛会安排蔡仲南。那时候阿甘被派出来之后，我想说，哇，完了，派一个业余队来去面对那个日本职棒国家队，那怎么样去跟人家打？那时候当然多多少少那个信心多少有一些这个下降的一些问题存在了。可是呢，当比赛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台湾队的代表队的这个投手阿甘，加上他投手球上的那种霸气，跟那种这个企图心就比较不一样哦。那当然我们在第一局开赛的时候，当然也心中有点怀疑，有一些疑问，他有办法能够压制住对方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打者吗？可是1局过了，2局过了，3局过了之后，哇，他那时候阿甘的一个投球的表现是完完全全就压制对方的这个攻势，那种我们自然而然的那个信心，很无形的提升上来，就想要赢这场比赛。那从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阿甘那一场比赛的那种投球的一个策略啦，包括跟捕手之间的整个默契的一个球手的一个搭配哦，几乎是应该比王牌级还要更王牌的那种投手的一个角色啦。那最后中华队最后是落败了。那落败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在阿甘的身上，落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打者这边完全没有发挥，呈现一个平打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说那场比赛可惜，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出在我们打者身上。因为那场比赛之后，阿甘呢也让所有国际上的一些有职棒球队的这个国家，甚至于让我们台湾的一个职棒的球队能够更了解阿甘这位投手啊。那时候1999年亚锦赛也是算阿甘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投手之一啦。那我想问一下阿甘教练，你那时候的投捕搭档捕手是不是洪总啊？是吗？对，是洪总，刚好就是洪总，就那场比赛就是洪总。那他有没有给你什么就是配球啊，还是什么？他有给你什么建议吗？或是比赛前有没有讲过什么就是事情这样？其实没有呢，他只是洪总，他想要配什么就遵照他。是吗？他没有跟你讲说，阿甘，你就好好投球，你看着我的眼。因为洪总那个跟你讲也是没有，他在接球的感觉让我觉得状况会很好，因为他很会带投手，
然后在当下的时候，我觉得他跟一般的捕手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会觉得说我投什么球都好球的感觉，因为他蛮会接球的，然后蛮会去做引导，尤其在接球方面会把坏球接到好球的感觉。那我在当下的投的时候，我会越来越有信心。这样，这个是你跟捕手之间的一个默契，然后再包括你的投球的一个搭配，都是一个给你有相当大的一个自信心。可是话回归到前面，那时候你是一个业余的球员的身份，然后去面对日本职棒队的梦幻队，那时候你是心态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吗？会觉得梦幻队嘞。对啊，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但我只是当下要转念啊，就是我想说，我对的还是把捕手要的位置下去做投球而已。那我如果去害怕的时候，我之前努力就付出了，我只有想说，遵照捕手的位置把它投好。那我希望我能成为到最好的感觉。会不会另外一个念头，就是说，会想说，我这点呢肯定要喝吼，我就有可能去旅日这样的一个心态。马上会有这样的霸气有没有？那时候当然想，我那时候有设定目标了。我那时候当下想说，我想要成为台湾最好的投手。哇，唯一的目标就是这样而已。就是在业余的时候，我想说，我的目标就是成为现今目前在台湾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把每一颗球投好。那我不要管打者是多强，我就看捕手的位置哪里，我就前进下去。那其实坦白讲要有信心的。那所以刚开始要投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紧张，但一旦踏上去的时候，没错，就差不多顺了，然后又好球又抢到，开始了，那就进入到要自己投球的节奏下去。那一场投完的时候，你脑海里面会不会浮现一个往日本方向的一个机票出来啊？其实都有呢，已经浮现我在那边投球了。突然间在脑海里面，这个飞出来，这个应该说现在的首尔飞到这个东京这个飞机票的一个路线，会不会有这个念头啊？有，稍微有闪过了，的确，的确那场比赛也投出了那时候的一个价值嘛，所以说也让大家更认识到蔡仲南这位选手的一个这个名号，大概是简单来去做解说一下，因为你比较年轻啦。那时候你大概不晓得1999，你可以讲你的年纪吗？可以啊。对，你看才3岁比较没印象了，大概用这样的方式让你了解一下那时候了解当场的那时候的阿甘的一个丰功伟业是这个样子。对，那他这么就是巅峰的球员，我记得他那时候的签约金是不是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还是中职史上最高？要问当事人哦。当事人，我可以讲我自己的，我签约金很低。可以讲吗？可以讲吗？可以啊，可以啊，不是秘密啊。高，那时候有到大概就是600万的签约金。那你当下会不会有什么压力？就是你成为就是中职史上第一人，签约金第一高的这个情况下，就是你当下会不会有什么压力？就是想说我一定要给就是最好的表现才可以回报这份签约金，还是怎么样？其实从打球那时候就有压力了，从入选中华队到签约的那一刻，那都是想成为最好了。那当下也签到这么高的签约金，也是希望有好好的表现，所以压力一定都会有。那当然有压力的时候，我会不断的鞭策自己不能放手。那这个是好事情，虽然有压力，但我还有很多的球迷在支持。那我当然是要呈现在更好的表现给球迷看，给观众看。那也不要对不起球团这样子的。对，那我只是把这个压力转换成球场的动力。那时候你心目中的那个数字应该比600万更高吧？会不会有这样？那时候的想法？当然有想法。对，那时候在选择另外一个联盟，还有中华职棒这两个联盟在做比较。球团这边是怎么去说服你能够选择兴农在这个球队呢？我也蛮好奇的呢。最主要让我看看环境，也看到有远景啊。因为早期在兴农有跟道奇做配合啊。对，那
我那时候有看到说，有跟道奇配合，那是不是我先进来，那未来有机会以外到道奇那边，或者是甚至到其他的外国的球队了。那我是看中这一点，才想说，那我就进来这里。然后有几个像泰山啊、东哥啊，有几个那时候还有文中啊，都是在那个世界杯有碰到的。这里有比较我熟悉的学长都在这边，然后又有几个北体的学长，那其他队好像比较少。那好，那我就选这个球队了。好，那问完那个我们阿甘教练这个签约金的部分啊，然后大家知道他平常就是会有一些压力在，但是我觉得有压力对球员应该是一件好事，就是有压力伴随，等于是你有一定的成绩跟实力嘛。那我想要问一下阿甘教练，目前在就是普门培育出很多好手，那像我们队上的那个伟军啊，然后像邱丹也是，就是你曾经教过的学生。那到现在你进入了普门之后，到现在可以让普门可以跟我们那个高院抗衡。那我想问你用了什么方式去带他们，然后在带领他们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这样？这样说啦，早期是在普门，那现在是在南华。其实普门跟南华是同体系的，就是佛光山的一个所属的球队。那后期的时候，他们有衔接上来南华大学球队。那这些选手当然是需要有系统的一个养成啊。那后来从职棒退下来转教练，那很多的训练方式在每个基层的教练其实都很厉害。我们只是把它系统化，把它让有科学化的下去来去做操作，那把对的时间用到对的训练身上去，那加上佛光山有大力的资源，让我们有很大的创作跟发挥空间嘛哈，我们才有办法创造那么好的成绩。当你在接这个普门中学这个教练这个职位之后，佛光山这边有没有说特别给你比较多的压力啦，或者是要求一定好的一个名次？当然有压力，但不是压力，不是说要成绩，是希望把他的品德教育教好，然后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做好，然后教育方面把它做好，那自然而然成绩就会出现。那前提之下，你没有良好的品德教育的时候，你没办法呈现到好的技术上面去的。所以这些的成绩的压力是我自己给自己压力。我们当然在教球的时候，我当然会设定说，没有成绩是骗人。我们当然是教，我们希望选手有成果嘛，我们要验收自己成果。我这里现在选手教的如何？这样教练才有这些的成就感在。像佛光山也看到你在普门中学的一个努力跟付出了然后也给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会跟空间，然后现在南华大学这里也是相同的，会有这个职位让你做一些训练。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佛光山比较希望说学生在这个就学的一个过程当中，他能够得到比较好，能够吸收到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是在哪里？我们希望他多元化的发展呢，我们会做跟一般人的比较不一样。好比就是我们会多阅读，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禅修的课程，我们花一天差不多40分钟至50分钟，让他每天都在高强度或者训练之下，会让他安静下来，拿去做禅修冥想的一些训练。那这些训练的时候，会让他的一些想法，然后不会每天都是活蹦乱跳的感觉，让他先静下来，安静下来，然后想看，我需要去怎么去做调整，或者是把自己一些压力放空下来。那这些东西加上师父有一些会讲一些运动相关的一些佛教的话语或术语来引导选手。那这些东西在运动技能之下，尤其在大学这个阶段是非常的重要。有些光有技术，但他的心态对，他还没有很成熟。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刚好结合师父很多一些原理啦，这个我也是在学习之中，也是佛在跟我讲，我以前可能不够，那我可能需要来去充实这些东西，然后才办法去教育到这些选手。就是让学生们可以动静皆宜的，就是不要让他一直一股劲的想要往前冲，也要让他有时间可以静下来，这样。对。那在我们教导之下，我们希望选手
不单单只有一直在打球，也是希望接触在不同的领域啦，不同的一些课程，那也是希望他们坦白讲要多阅读，因为教练以前在北体的时候，在体育其实很少阅读，其实阅读是不错的，有时候让自己静下来的时候，会想很多一些事情，会让自己有很多创意会出现，那会自己动脑筋，那这一方面也是需要我们选手能慢慢来去做调整。那或许在第一年、第二年，选手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融入啦。那尤其到了第3年，我们很多选手都到大4的时候，他们整个领悟到了，所以他们整个成绩就自然而然往上冲上去。所以我们说，一般都是在大4的时候或大3的时候，这是最精华的，也是最好衔接到职棒去的。那这个就是在过程中的一个养成的阶段。的重要性。对，我们也很开心，就是台湾的棒球圈有就是像阿甘教练这么多那个幕后推手。那希望未来可以在我们的职棒圈啊，可以看到有更多阿甘教练带出来的学生，或是更厉害的新秀兴起，然后在我们的职棒圈出现，甚至是美国大联盟那更高的殿堂这样。那我们今天很谢谢我们的阿甘教练。今天很谢谢你来参加我们野球名人坊的节目。那希望呢，下次大家还想看到谁出现在我们节目里面，记得到下方留言区去留言。那也谢谢我今天的主持搭档东哥，谢谢我们野球名人坊，下次见，拜拜，拜拜。